蔡英文呼吁少年人爱出来投票，就会是替少年人拼、替台湾战。韩国瑜的阵营是靠势力赢的选举步数加盟军。台中连续几日空气污染真严重，环保团体也到市政府抗议，批评应变措施太过拖山。已经通车的山花街有时速限制，无到1日就开61张的罚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初7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2002的总统大选，剩无到几天，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甲伊的副手赖清德，在今仔日进行第2天，用全台湾车队拜票。蔡英文向少年人发声，讲这回选举是真关键的时刻，是替少年人拼、替台湾战。赖清德也呼吁少年人，这个月爱登去处理2摆，一摆是登去投票，一摆是登去过年。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不过向屏东出发，沿路上北进行扫街拜票，再起来嘉义县的水上乡，除了甲各党的立委来参选前，佮特别找6个都海外返来的青年，讲出对台湾未来的愿望，做伙号召青年得去故乡投票。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做什么样的选择，将会影响我们未来国家的发展。所以在这个关键的选战，年轻人真的不要缺席。我们这个选战是为年轻人而战，是为了台湾的未来而战。那台湾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蔡英文强调讲，伫这个时阵爱结合所有力量，这届选举嘛要让大家听到台湾人坚定的声音，然后受到真侪支持者的欢迎。蔡英文，赖清德，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锁定中台湾，伫咧苗栗、台中、彰化等等的所在进行车队扫街拜票。赖清德表示，拄过去台湾民主运动史到最近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拢表现出少年人是改变国家未来上要紧的力量，嘛呼吁少年人回来投票。民主的胜利，通宵的父老乡亲时代，拜托恁一定要把握宝贵的时间，爱继续扣票，而且爱甲囡仔吼。拢叫转来投票，正月10日，咱一定爱冲我管。赖清德呼吁少年选民，就算讲最近1个月爱转来故乡2届，啊，毋过1届是为着国家，1届是为着家庭的团圆。先有国家，才有家庭。甲国家保护条例，维护民主了，才转来厝食团圆饭，是上好的代志。爱大家一定爱转来故乡投票。选战进入上后尾的阶段，民进党分做4路全台湾的车队大扫街，除了希望会当甲人气转化做选票以外，嘛希望少年囡仔会当把握去年的选票，大家拢出来投票。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阵营在今仔日搬戏靠势力赢，讲因有虾米款的选举后补，也继续指控主席代表谢东廷所成立的新文化基金会伫咧操作万军。另外，伊的副手张善政也去到台中辅选，也喊3声蔡英文兴我好的空气。副选地位候选人宋惠丽佮到家人庆安宫拜拜，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到场。庆安宫主会董应虽然是赖清德阿舅，议员出面接待，两人互动无佮偌济。另外，新文化基金会表出，假如何办演韩美政绩，被主席大赛谢中廷批评，韩办黑白看花，无法度好好做外交。韩国瑜也炮灰尽面。怎么谢长廷一下变得这么纯洁的一个人呢？跟我们过去印象中完全不一样。前不久他不在脸书上批判过台湾的政治局势吗？一个驻外大使，一个驻外人员，能够这样子来对台湾的政治以及选举评头论足吗？谢长廷代表，我想应该要先检讨一下自己。对基金会董事长林妙文宣布造假，佮表示要提告，韩办也非常欢迎发意见。韩办也用行动桥显示对手阵营可能出现的后补，高雄民众竞选选举后补108招，收到4000多件投稿。韩国瑜强调，甘愿清气选书，也不爱垃圾胜选。事实上，选举一到，民进党出奥博，已经是几乎妇孺皆知，大家都知道一定会出奥博，只是搞不清楚这一次又要变什么花样。副手张善政是去中台湾副选地位候选人黄兴辉，对力赢网军假扮演韩美政绩，张善政强势也真明。我觉得这礼拜要投票出来，都有多少韩粉就很清楚了。现在什么教导那假韩粉没有意思了，这个狗急跳墙啊，就是这样子。大家想想看，杨惠如可以用到那个地步，不只是用他自己的选举经费，还用政府的预算在支持他，大家可以想象吗？
你如果想象不到的话，我也想象不到，因为他们这个坏点子已经超乎常人的这个理解范围。张善政也瞄准蔡政府爱大家想3年半过了咁好，同时也对台中连日的空污问题无咧客气，宣战时热扑扑。蔡英文，你还我好空气来！蔡英文，你还我好空气来！记者综合报道。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在透早去到德山的指南宫，也讲到台湾省封闭起来，创乱行政体系，台湾才会变到安尼。未来要结合郭台铭的科技创新，甲台湾的天土条例。另外，郭台铭伫台中造势，也呼吁选民国会唔通互一党孤占。打路车就受到支持者的欢迎，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早起来南投指南宫，甲民众博感情。宋楚瑜讲，回来南投心内是真激动，嘛讲到当年省长的政绩，真感慨讲，南是迄当阵甲省废掉，互规个行政体系拍乱，台湾嘛袂变甲安尼。除了会议上阵国民党以外，讲到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宋楚瑜讲，两个人即马是做伙伫拍拼。郭台铭先生是咱南投的江仔，对不？对啊，也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分进合集，宋楚瑜的行政效率。郭台铭先生的科技创新，台湾就需要这2个最重要的支柱。宋楚瑜表示，这届大选郭台铭招伊真侪人才，两个人的合作早就已经开始，嘛认同郭台铭所提出来的政策，强调讲当选了后会来动用郭台铭的科技专业。郭台铭切切嘛伫咧中部带主地并拼选战，要甲所有的选民做伙博感情。再投票支持3号新民党。甲企业家的身段放下，郭台铭甲不分区立委候选人做伙扫街拜票，全力来拼政党票。这届虽然无参选总统，毋过嘛是希望家己会当家母带家囝，嘛搁一届呼吁国会爱2大2小，唔通大一党。2大2小是我的理论，那么这小的话偏绿的就是民众党，偏蓝的就是亲民党啊。在这2个光谱里面，我是希望人民慎选啊，一定要分离投票，而且不要一党独大。绝对不要一党独大。郭台铭强调讲要拍票，互小党嘛会当去互看到，嘛表示若是民众党主席郭文泰甲伊邀请代替民众党来徛台，要来拍拼国会第3势力的空间。虽然无开嘴讲，敢是要来拼2024岁总统大位，毋过继续累积家己的政治能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2020年的大选，国际媒体也真侪来到台湾采访。根据着外交部的统计，大约有100间的国际媒体，超过200位的外国记者来台湾采访选举。有真侪外国媒体表示，因为香港发生反送中事件，台湾的这回选举变甲真重要。有真侪媒体把这回选举看作是中国伫亚洲有偌济影响力的指标。拜六即要投票，决定赢积极宣传冲刺。毋但国内媒体总动员，外国媒体也真关心注意。根据外交部统计，有超过200名外籍记者伫台湾采访大选，袂少是派驻香港甲北京记者调工来台湾。除了甲香港议题有关系，有一寡观察点也甲《纽约时报》报道相款。迄是官员甲专家烦恼讲，中国政治事件操弄社群媒体，影响选民。To see how this country tries to deal with this kind of phenomenon, which we can see in the US, also in Germany, and in other countries. And besides that, we a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result of the election because we think it's going to in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to China and also internationally. 有的韩国人觉得今天的香港，明天的台湾，是后天的韩国的。香港的压力怎么样的？中国对台湾的压力怎么样的 ？Taiwan and Hong Kong really are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is battle, this ideological battle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so Americans are very interested in seeing how this is playing out and what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learn from it as well. 外国媒体毋但采访总统大选，就连伫为选前也真注意，尤其是国防外交政策。外国媒体表示，台湾大选是亚洲选举的指标。即阵中国假消息真多，是毋是有渗透，也是会影响选举结果，拢是观察点。就连欧洲政要也组成观选团，瑞典甲爱尔兰拢有议员团来访问台湾，显示真重视。瑞典的国会议员团，它是4个人。丹麦团学者团呢是5个人，还有爱尔兰的国会议员团也是5个人。
邻近的国家日本、香港政界学界也有组团来访问。美国大批专家学者观选团7号也到台湾，要拜会各位竞选总部，加观察开票结果。外交部长吴钊燮也会举办甲国际媒体记者会，说明国情甲民主选举制度。稍后也有国内外经济国际研讨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寒天，大家上界惊的流行感冒要开始严重了。伫咧顶礼拜就超过11万人次，因为类似流行感冒镜头去互医生看，也新增加79例因为流行感冒引起其他动镜头的病例，其中有2例是因为流感来死亡案例，其中一个就是47岁查某人发病无到5天就来过身。另外，中国武汉的肺炎也已经到59例，疾管署也甲武汉列作是一级爱注意的地区。若准有去到武汉的民众，就要避免接触到鸟仔类的动物。流感疫情进入高峰期，顶礼拜国内类流感门诊达到11万3000人次，甲前一礼拜比起来是加一寡，而且新增加79例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有2个人因为流感并发重症而死亡，分别是北部67岁的女性，甲南部47岁的女性。其中47岁的女性有癌症病史，11月中出现发烧等等的症头，所落来病情形象变严重，落尾因为肺炎白血性休克转来死亡，发病到过身无到5天。送医之后呢，其实在 X 光上面就有发现他是已经有并发肺炎的这个状况。那后续也在血液培养的时候检出细菌，所以后来也是因为这个并发肺炎的情形以及后续的这个并发败血性休克而死亡。若是中国武汉发生不明原因的肺炎群组感染，目前累积个案达到59例，因为感染源也未确定，台湾疾管署宣布，从即马开始，甲中国武汉市的国际旅游疫情建议层级提升到第1级的注意，呼吁往回武汉的民众唔通接触野生动物，嘛唔通出入便衣等等的公共场所。提醒民众到当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要接触这个禽畜、野生动物，还有不要避免去医院、去市场、活禽市场也避免这个接触病人。疾管署表示，已经照海峡两岸医学卫生合作协议发函予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对方表示有收到相关的公文，不过要需要时间来安排甲规划。另外，为着要应变武汉肺炎的疫情，疾管署在去年12月底启动武汉直航入境班机的定期检疫，已经执行12个航班。有这款镜头的有9个人，其中8人已经排除，另外1个人是交予地方卫生局来继续追踪。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武汉当日发生查无原因的肺炎，而且疫情是愈来愈严重。偏偏华航甲华信逐礼拜拢有直飞武汉的航班。工会表示，目前公司已经开放飞武汉的空服员，若伫受旅客食剩的盘仔会当挂手套，若是要挂喙罨，就要经过经理的同意。工会也烦恼讲，这款的做法会互防疫的工作做无够完整。因应中国武汉爆发不明肺炎，疾管署防疫人员会登上武汉来台湾的班机，进行离境进前的检疫作业。华航空服人员表示，从那开始公司嘛讲过，直飞武汉的航班，收餐会当挂手笼，不过挂喙罨还是经过客舱经理的同意。如果可以再增加说开放空服员自主性戴口罩，应该是会更好的。那尤其是像我们收餐的时候是蹲在走道上。拿取这些使用过的餐具，那其实这个距离跟高度呢，我们是面对的旅客是非常近距离的。能不能戴口罩这件事情的责任，其实是转嫁到客舱经理的身上。好，结果还要置入报告，那你一看，这一班明明只有100多个啊，又没有很多人，万一呢，如果有人咳嗽的话，你就可以把它调换座位啊，那为什么还要戴口罩呢？这也都可以说是一个说法嘛。那您说客舱经理到底要不要同意您戴口罩？台湾武汉一礼拜有12班直航，其中华航每礼拜1、拜4，华信每礼拜3、拜6拢有对飞航班。疾管署已经排除不明肺炎是 SARS、MERS， 目前到建议空人员挂喙罨，无强的规定。有医生认为疾管署已提出建议，航空公司都移步同意政策去配合。不离个某医生认为除非拢是挂 N95， 无阻止传染的效果并无大。要不如果说鼓励大家戴口罩，那华航就应该配合疾管署的那个目前的办法，就可能就是要做一个决定。假如这华航的空服员他有症状，当然要戴着口罩，没有问题。但你一个正常人戴着口罩干什么？
是没有意义的。空服人员表示，因是接触病源的高风险的职业，那希望公司同意因，让那家己选择敢要挂水安，嘛希望伫非常时期，针对各种机型，拢会当有充分的防护设备。华航讲，当地甲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才会当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连续几日，台中的空气品质有影是真歹。环保团体透早也去到台中市政府抗议，批评市政府的应变措施无及格，也认为空污警报伤过慢，也无提早要求大型的污染源爱减排，互因的污染源家己去减量，效果有限。市长罗秀燕也出来背话，讲有改善2成到4成，会继续拍拼。环保团体挂嘴暗伫台中市府头前，也标记抗议，不满台中市府这几天对空气无好处理伤过慢，也爱台中市府对大型污染源提出对策，唔通只是要求中火爱检讨。就主要针对中火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其他的呢也是要处理啊。第二大的中龙钢铁，它没有被要求减煤，这也是很荒谬的事情。环保署的监测资料到初7下晡5点，台湾西半部空气品质也是无好 ，AQI 指数有63个监测站出现普通，对敏感族群无健康的也各有12个。环团提出文件显示，中火污染排放量算是其他大型污染源几啊倍，不过空污警报却是真慢。虽然要求中火减碳4成，不过对亲像中央港铁这其他大型污染源，说是自主减量对空污成效有限。市长罗秀燕也出面解说。大概有2成到4成左右的一个进步。那不过呢，一开年109年呢，又来了一波空污。那所以呢，就让我们更加的了解，108年虽然有进步2成到4成，可是还不够。罗秀燕到空品应变指挥中心坐定，环团也是认为成效无好，佮批评中央环保署将启动紧急3级应变的 PM2.5 勘站，直至超过每日风味超过150微克，将强制降载减排10%。市府环保局讲，有确实要求大型污染源落实降载计划。我们都有跟这些大型污染源都有群组及时第一时间通报，事先通报，让他们可以准备做降载。台中市环保局表示，除了甲大型污染源建立通报机制，为1月初3到初6通知全市工厂降载115间，也针对前30大工地顶高污染业者，要求提悬自主管理。不过西半部因为伫个背方面，局部地区空污较会升悬，这几天空污的情形，要等到东北季风报道，才可能有改善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较粗小块营业粒啊 ，PM10也是影响咱人体健康，甚至无输 PM2.5。环保团体透早公布讲，上新的调查结果，台南市 PM10规年平均高度是全台湾上界悬的。环保团体也警告讲 ，PM10除了会造成肺部功能受损，也会提悬台湾男性得到呼吸道癌症的风险。也呼吁国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就要提出改善空气污染的具体政见。透早北部的天顶雾蒙蒙，能见度无好。环保署的空气品质监测网显示，西部云嘉南地区空气品质指标 AQI 达到伽马色警戒，对敏感族群无健康。有环保团体相信监测发现，空气中 PM10对人体健康有伤害，无符合 PM2.5。按照台南市 PM10的年均值，每日风味有48.4微克，是全台湾22个县市中浓度第1高的县市。这是赖清德副总统的故乡，而且赖清德他从立委就主张总统府南迁哦，不是市长时候才主张哦。2016年他还主张总统府南迁。我想我们应该共同来保护、守护台南市。除了台南市以外，其他空气品质不好的地区，佮包括嘉义县、云林县、高雄市佮屏东县。环保团体警告 ，PM10先无得亲像 PM2.5，直接到人体内气泡，所以当停留伫个上呼吸道，其中可能有赖毒素、可溶性的致癌化合物、佮重金属粒子等。会卡伫鼻咽癌的部分，增加台湾男性得到鼻咽癌的风险。比较粗的颗粒，它会留在鼻腔，停在鼻腔，所以鼻咽癌是跟耳鼻喉科有关。所以我们发现它比较有关的是鼻咽癌。另外，国内外医学研究嘛证实，空污微粒可能造成囡仔早产、老人的肺功能受损。环保团体呼吁国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应该优先面对空污的重大国安问题，提出具体空污改善政见。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远东航空伫昨无准时发去年12月薪水，劳动部也要求地方的劳动局爱去调查。交通部长林佳龙透早也讲，民航局伫去年底已经向交通部提出建议，要废除远东航空的航空许可证，也因为事关重大，交通部建议民航局要补充较完整的理由。另外，台北市劳动局也因为无发薪水予员工，甲远东航空罚150万。停飞中的远东航空机场柜台敢若剩地勤留守处理退票，远航12月薪水无如期发放，即要过年终奖金甲薪水什么时阵入效也毋知影。交通部证实，民航局已经提报废止远东航空民用航空许可证，公文已经送到交通部。民航局有他的判断，也因此呢提出就是废照的建议。那因为我们也希望说有更充足更详尽的理由，所以再请他们补充理由的说明。交通部强调，因为远航有3分之2航线是国内线，有关离岛疏运，所以要求民航局以民用航空法内底各项指标来检视远航是毋是适合继续经营，提出补件。无论远航是毋是废照，交通部拢有备案。对此，远航回应，希望交通部搁再给因一摆机会，伫确定无法度如期发放薪水。董事长张光伟已经调集一级主管，提出投资人的意向书，表示资金真紧就到位，到时阵会补发12个薪水。张董有确定有这个投资的团队愿意进来评估，取得远航全部或者是多数的股权，还有经营权，请同仁再给公司一些时间，这样子坚守岗位，会有好消息的。不过，远航主要受信银行合作机构表示，远航有来申请解决一部分债务，不过即阵也无看到钱入来，若是钱有入来，就解除假扣押，要做远航来发薪水。但昨天到下午，我们收到的讯息就是薪水发不出来，4、5千万的薪水加上1000多万的加班费，已经明确跳票。我还是想要请问交通部，你们的政策是什么？你们劳动部到现在要启动什么样的一个保护机制？到目前我们没有知道任何的消息。劳动局表示，对着远航欠超过2000万实质借款部分，会送到中央重大路政会议，呼吁依法限制负责人张光伟出境。记者综合报道。庆富纳瑞南的贷款诈骗案件，高雄银行予庆富17亿4000万的履约保证金，后来了7亿9000多万。高雄银行进行内部调查，认为前总经理王进安为着要赶紧予贷款通过，所无提供正确的消息。今仔日甲告伊背信罪，也要求爱赔偿2亿9500万。高雄市议会庆富案件调查专案小组爱高雄银行调查，当时4天就去贷予庆富17亿4000万，真侪纳瑞南履约保证金深受所失。专案7号报有新的进展。高雄银行对着已经退休的前总经理王进安提告刑事背信罪，也有民事损害，要求赔偿2亿9500万块。王进安在说明的时候呢，他就说，第一个好像那么急的话呢，好像是。才代表他的履约能力很强啦。实际上，这个国防部通过以后呢，有20天的时间给他准备。银行认定王进安有行政疏失，在上部董事会提供不实资讯，可能误导董事会对庆富的财务评估。对此，王进安无出面回应。不过，去年12月被质疑携带假定有疑点时，王进安就把录影片来发冤枉。这个案子是如期的收回。而且也赚了2000多万元的手续费。针对庆富公司是我们一家往来的一个老客户，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对他的征信都是正常的。对高雄银行携带调查，高雄地检署早就以他立案办理。高雄银行提告有5个被并案处理，专案小组认为应该再追查决定携带常务董事甲独立董事。但是行政疏失是一个部分，我们现在希望做到的是对于整个决策责任的追究。这个我们也只能尊重了。事实上，这是政治操作跟我无关嘛。在3天这个选举过后，这些消息通通会通通消失了。调查小组爱高雄银行3月提出针对常务董事、独立董事的调查结果，不过林文燕强调，常务董事会是依照规定携带，伊的任期也敢到今年6月，无因为调查而提前是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中亚公司有118亿的资产，互东山会并起来，不过只是暂时偷白啊。中亚公司不办洪振鼎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名下资产各项并起来，因也提出控告。在今仔日台北高等法院裁定东山会爱停止执行，也就是法院也未认定中亚公司敢是不正当的东山以前资产拢袂当共限制条例。中亚伫咧2018年去互东山会认定做国民党的附属组织，所以伫咧西门町的新世界大楼、中亚八德大楼、中亚文化城等等的名下资产，总共118亿去互东山会冻结。中亚诉要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请停止执行，搁捌去互驳回，毋过最高行政法院发回经裁了后，台北高等法院中心审理，初七裁定中亚控告成功，资产会当暂时去互改动。是后来已经脱离了国民党实质控制的这个附属组织的话，那代表说它会有一个独立在国民党以外的第三个资本主。法官审理完之后呢，认为说这个原处分如果不停止执行的话，可能会导致申请人难于回复的一个急迫损害。合议定指出，就算中亚捌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嘛已经拢过去啊。即马伊是独立的商业组织，伫咧诉讼还未认定中亚敢是不当东山进程，资产若是继续互冻结，会致使商业运作面对市场信任的危机，损害嘛会继续扩大。其实去互东山会认定做国民党附属组织的救国团、中共妇联会，嘛拢有向法院申请过停止执行冻结资产。毋过东山会表示，目前中亚是东山会第一件完全提告失败案例。针对裁定出来的结果，因是感觉真不满。我想我们表示遗憾，而且我们觉得不满。这样的裁定会影响到未来中影认定为不当取得财产后的财产公产的收回。东山会提出中亚2017年甲2018年营收从5.63亿增加到5.67亿。虽然讲中亚无因为去互认定做是国民党附属组织，就出现收入降低的问题，毋过嘛，质疑伫咧官司还未确定进程，中亚就已经甲资产换手，甲公司乌空是要安怎，所以会阁提出控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波多黎各南部的沿海地区，伫当地时间初六发生规模5.8千层地震，造成真侪建筑物拢倒去，以及着停水、停电，以及着水崩山。当地真侪当地的观光景点、员工石门也因为地震来受伤。特色外墙的厝倒伫涂骹，厝下边停的车辆互钱到变形。美属波多黎各南部沿海地区，当地6号透早差不多6点半左右发生了规模5.8地震，震源的深度是差不多6公里。Viendo ahí cuando se te cayó a poco la casa. Cogí mi bulto que tenía preparado y arranqué para afuera y brinqué por el balcón. Eso es terrible. No se lo deseo a nadie. 这地震造成真侪建筑倒去，土石楼，阁有电火条直接倒伫厝顶。当地至少超过25万间徛家停电。美联社记者到现场采访的时阵，阁拄到一届真强的地震。Y aquí nadie dormía, o sea, ninguno de nosotros dormíamos, estábamos constantemente por la madrugada despiertos en la calle porque a las 2 de la mañana, a las 1 y pico, tenían los jamaquiones bien fuertes y todo el mundo, ¿sabes? Salía y estábamos como que en incertidumbre de que si viene algo peor. 除了徛家倒落来，波多黎各有名的观光景点石头的员工门嘛，因为地震倒落来。波多黎各为元旦进前的28号开始，就一直有地震。这个地震发生了后，包括同一天暗时10点外，规模5.1的地震，至少有8界移震，好佳在无人受伤死亡，嘛无海啸危机。记者陈世龙报道。奥地利保守派，也就是人民党的头人，也是33岁库尔茨，初七登去担任总理。比34岁的芬兰总理马林更较少年，也正做是全世界上届少年的领导人。不过这回伊选甲左派绿党做伙组一个政府组织，外界也烦恼讲政局会袂稳定。去年因为无信任压去互罢免的库尔茨，登来做奥地利的总理，变做全世界上少年的领导人。伊甲绿党筹组的联合政府，伫咧当地时间初七宣誓就职，这嘛是伫咧瑞典、芬兰了后，欧边国家佫出现绿党执政。库尔茨进前宣布新政府的目标之一，是要伫咧2040年前达成碳中和，超过欧边所定的2050年的目标。Und ich darf mich ganz herzlich bei
Werner Kogler und allen Verhandlerinnen und Verhandlern für die gute Zusammenarbeit während der Verhandlungen bedanken, denn es war kein einfacher Weg. Die Grünen und die Volkspartei sind zwei sehr unterschiedliche Parteien und gerade deshalb waren die Verhandlungen inhaltlich auch so herausfordernd. 括自2017年领导中央偏右的人民党伫咧大选行，甲极右派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出任总理变做全世界上少年的国家领导人。不过后来发生奥地利版的通俄门，库尔茨受到连累后无信任也罢免，变做奥地利史上日期上短总理。去年9月份，奥地利举办国会大选，伊搁一届领导人民党胜选，变做第一大党。不过外界无认为讲新政府会当稳定执政，完成5年的任期，因为两党的立场无同，绿党倡导气候变迁、性别平等，还有多元文化。若是库尔茨讲家己是非法移民的导师，伊真正嘛讲家己袂改变打击非法移民的立场。Die Migrationspolitik wird ein Herzstück meiner Politik bleiben. Und mir ist wichtig, dass wir hier eine konsequente Linie fortsetzen. Die im Mittelmeer gerettet werden sollen in sichere Herkunftsländer, Drittstaaten. 绿党党主席库格洛是担任副总理。15个内阁成员当中，绿党占4位，掌管环境部、社会事务部甲司法部。其中司法部长是35岁律师出来的苏迪亚来担任，伊嘛是奥地利史上上少年的司法部长。记者综合报道。南韩总统文在寅伫初7在青瓦台发表新年演说，呼吁要甲北韩建立更较好的关系，而且也讲到在今年会当看到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访问首尔。文在寅也表示讲，希望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闭幕式，南北韩的代表团队会当做伙进场，也希望在2032年的时阵会当共同举办夏季的奥运。 2032년 올림픽 남북 공동 객체는 남북이 한민족임을 세계에 과시하고 함께 도약하는 절호의 기회가 될 것입니다. 南韩总统文在寅7号在例行的年度新年演说，对南北韩关系调为美好的远景。因呼吁要甲北韩领導人金正恩進行新的對話，並且會致力甲北韓以及美國中間的溝通。文在寅講，希望今年看到金正恩訪問首爾。 김정은 위원장의 답방을 위한 여건이 하루 빨리 갖춰질 수 있도록 남과 북이 함께 노력해 나가길 바랍니다. 文在寅也表示，會繼續推動甲北韓的邊境合作計劃，親像是南北韓跨境鐵路甲公路連接，重新啟動開城工業園區運作，也有金剛山觀光事業，並且共同甲具有生態歷史、南北韓和解甲和平真髓價值的非軍事區，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為世界遺產。 就在其他對外關係方面，文在寅希望促進甲中國各領域交流合作，並且甲日本發展更加面向未來的合作關係。伊指出，即日本撤銷對南韓出口管制措施，兩國關係有希望快速發展。而南韓的北韓專家是認為，文在寅這篇演說得到金正恩回應的機會增加。這次訪問首爾對金正恩來講無什麼好處，更加何況平壤當局頂禮拜在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則講無愛放棄合作會談試驗。南韓軍方6號的消息指出，在美伊軍事緊張局勢相關情況下，平壤可能利用華府焦點轉移的時陣，趁機會加速研發核子武器。記者綜合報道。 繼續來關心到咱台灣的消息，蘇花改伫昨昏專線通車，不過要注意超速的問題咯。通車無到24點鐘，敢若宜蘭路段就開出61張的罰單。宜蘭的警方表示，目前用固定式伫咧翕超速，若陣宣導期過啊，閣有區間測速，而且民眾一定要注意時速問題。 蘇花改初6下晡4點全線正式通車，不過限速60公里，通車無到24點鐘，已經未少人超速被處罰。敢若是宜蘭這段路都開出61張超速罰單。機車我沒有注意，其實我就是跟着前車走。限速的那個標示是蠻清楚的啊，60。限速是60公里，本線、外線是都有。那最高的那個速度啊，是出現在今天的凌晨4點43分，在古豐隧道的南下路段。 是97公里。宜蘭縣警局表示，61件超速，伫蘇花改下段，東澳磅坑有5件，南澳到和平有觀音磅坑甲高雄磅坑2個磅坑相連，距離較長有12.6公里，超速違規也較濟，分別是30件甲76件。 觀音、古豐潭其實這兩個隧道其實是連在一起，所以我們一般是以這樣子12.6公里的長隧道在看，那距離比較遠，可能就是
是一般用日盖就会超过了。宜兰县警局表示，目前所化解有10支固定式测速器，已经启用翕相处地测速，未来2-3个月了后，宣导期1个月，会阁启用4组区间测速，严格处地测速，车辆时速超过70公里，就会收到罚单。另外，刑控中心表示，所化解通车初期以安全为原则，假使未来出现严重塞车，无排除比照出山磅空有关速限。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乌因直升机的事故，虽然有找到飞行记录器，也就是乌鸭仔，想要看到内面原本的资料，就要原底的制造商甲款项讨白。也因为着这款的情形，空军甲乌鸭仔送到美国去做解脱。另外，国防部长兼德发在今仔日下晡，佮该去到台北纪念馆，向亡生的将士来致意。目西1直楼1直7，国防部长严德发徛伫参谋总长辛立明的纪念看板头前，真伤心。7号下晡，严德发搁再到台北宾馆，向8位乌英事故罹难将士致意，也伫每一位将士看板头前留下纸条。伫予心一明的纸条写下另外调下上司患难武强等，充满不甘的心情。严德发7号早起先到苗栗顺捷的参谋总长室视像馆，黄胜航中校的灵堂念香致意。由黄胜航在死前最后一刻游完守护参谋总长辛一鸣，黄家希望骨头夫人陪侍总长。严德发讲，辛一鸣的夫人已经同意。入住到五指山啊，可以完成家属的愿望，还有我想也是胜航的心愿啊，也表彰他的英灵。国防部告2人的斗阵安葬在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由辛立明表示大部计划成员，空军退役小将张国政加90名大部特遣队员，7号也到3分钟病院灵堂来吊唁。另外，为着调查乌英失事原因，空军表示乌鸭仔的部分破塌，开设原厂改拓权限，已经协调美国在台协会 AIT， 赶紧将乌鸭仔送到美国。我们的调查委员会与 AIT 的人员做过协调了，那我们会尽快将这个黑盒子寄送到美国，交由美方来做判读。作业时间要多久呢？需要看判读的情况，不一定。那是一般航机没有的，这只有在黑鹰才有的。这一片资料是跟机械设备的状态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卡。这一片呢是美国原厂原始码没有授权给我们。空军表示，这摆失事调查也会收集各项资料，乌鸭仔资料只是其中一项，了后也进一步加其他的事实资料，亲像天气资料、飞行的航迹、收获经历才进行互相比对、分析评估加研讨审查。就专案调查委员会也在45天内底完成初步的调查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在今日下晡也去到桃园造势，讲到选情之夜，敢会甲郭台铭做伙来造势呢？郭文哲说讲，朋友爱多，敌人爱少，会甲郭电也讨论。朋友大家好，阿伯来了，阿伯来了。台湾民进党主席台北市长郭文哲选前到桃园扫街拜票，为2位候选人优待选情。对方海创办人郭台铭选前之夜，要甲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共台造势，是不是有空间甲郭文哲共台？郭文哲4两8千金，只讲会甲郭办协调。朋友要多，敌人要少嘛，这基本战略嘛。人家10件有5件跟你一样，5件跟你不一样，那就5件合作嘛。那5件不一样就各自各做的，但是不要说因为他有5件跟你不一样，连那其他可以合作5件你都不要嘛，这不是一个好的政治的态度啊。郭文哲表示，这摆选举虽然有世代对立气氛，但阁不如2014年太阳花运动时期严重。不止车队扫街，郭文哲也去直播，讲进军国会理念。第一是示范效用，第二是开始合适，也阁评估民进党伫国会席次接近过半，也阁讲明年3月后会比民进党全力清算。韩国人都被打成这个样子了，打到都冒油啊，这个。对啊，我在踹你蛋的嘛。预料中的事啊，那不然这么大产业链闲着也是很可惜，不是吗？产能摆在那不用，他们会觉得可惜。郭文哲也望控制数，也阁讲希望台湾应支持到4年后等以来，是不是伫讲总统大会因人联想，只是到底手上这张总统牌要支持3人，郭文哲有关无愿意讲。这个已经问过很多遍了，我跟你讲，如果10年前没有表态，就不会表态的。这个不表态就是我的表态。伊认为民进党甲其他大党小党上大不同，伫强调共赢的社会。伊组成的台北市政府就是实践共赢社会好案例。记者综合报道。谢谢你。
讲到投票日特别到了，除了拿力拼选情，其他小党亲像民众党、时代力量、绿党甲台湾基进也推出政见，想要拼政党票，抢第三势力的位。选举特别到啊，民众党不分区立委被提名人头一位台北市劳动局长罗香玲召开劳动政策记者会，强调台北市推动劳权的经验会使伫咧全国实现，诉求劳资双方应该要有对等协商的权利，伫咧做工会条件也应该下修到10人，政府也应该为源头管理非典型聘雇的劳工权益，禁止人头公司冒人力派遣的工课等等的政见。劳资会议现在是普及率比较高，但是它的保障跟保护性也不足，所以很多人都怪劳资会的劳方代表好像都是老板的应声虫，不敢讲反对意见。是同样的，就是保护网没有建制。那时代力量也抛出政见，强调创党到大一直拢伫咧监督政府，未来伫咧国会也会制定经济间谍法，停止中国透过各种金流渗透台湾。第一是对抗侵略，完善民主防卫法治。第二是防治红媒，真正捍卫言论自由；第三是经济自主，强化基民产业的保障；第四，监督把关，防止中资扰乱市场；第五，就是刚刚我提到的普世价值，让台湾为民能够走向国际。抢政党票，绿党主张完成结婚登记，而且通过收养囡仔条件的同性伴侣，会使做伙收养囡仔。那台湾基进党是为屏东用车队扫街，强调主权自主化，让台湾少年人有守护台湾的机会。随着要党票啊，小党杀政见，选民有要接受无？正紧就有答案。记者陈立峰、阿敏珍、陈玉水台北报道。讲到选举剩无几日，不过各种的谣言拢风声蹦影，而且最近佫有出现讲，因为官市合并或者是升价，民众若无去甲身份证换新，到时阵就无法度投票咯。除了内政部长徐国勇有解说，中选会也有发出注意事项，协助民众来了解到选举的相关规定。2020的大选就伫咧拜六，不过最近网络有假消息伫咧风声讲，或者地址的县市合并或者是升级，民众若是无换身份证，会领无选票。徐国勇出来呼应：你身份证上面的户籍写的是台北县什么什么乡，一样可以投。上部什么整组的什么选务人员被换掉了等等，这都是谣言这个我们都会查办，我们也不客气的讲，这个会破坏整个我们选举跟破坏社会的治安。徐国勇强调讲，这段时间警方真拍拼伫查获选要维持清气的选举，而且针对有摕旧式身份证袂当领选票是解说讲，遮讲的是民国75年的第5代身份证，数量是真少。民众若是摕民国94年全面来换的第6代身份证，都无问题。选择进入上下尾的阶段，网络面顶的假消息真多，尤其是针对中选会，包括去用指控涉嫌换选票、假票做手、开票检测员是救援检裁判等等。面对外界质疑的声音，中选会嘛反驳，这一切拢是选举的谣言。在这个投票跟开票时，其实也都有中国国民党、民主进步党以及亲民党这个各党派各族所推荐的这一个监察员在场监票。中选会提出6点要注意的代志，包括投票要查身份证甲印仔，手机甲摄影器材袂当早入去投票所，选举票必须要用选委会准备的登票工具来登票。阁有投票迄天袂当补办身份证等等，嘛呼吁选民唔通黑白相信网络的谣言，或者是来转达假消息，若无可能会违反总统选罢法第90条、公职选罢法第104条的规定，相当会当罚5年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台大政治系教授苏宏达日前伫面册批评国强的政策，说互警调认为是假消息，该移送法办。不过，树林地方法院认定苏宏达的影片是个人意见的评论，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也裁定变法。不过，专员也是会使继续控告。台大政治系教授苏宏达2018年11月，家己录影片批评国强政策。在我看来，那根本是民进党要在2025年之前完成消灭故宫的文化大革命。调查局认定，国强针对这影片已经伫2019年7月19日澄清是假信息。不过，影片又原被转发万外摆，警方将专案以涉嫌违反社会法，函送树林地方法院。诉院认定苏宏达是表达个人意见甲合理评论，是言论自由，裁定变法。被移送人播放影片、发表言论在前，故宫专业澄清稳在后，尚不得以此推论被移送人在脸书发布时明知不实，而且被移送人之言论既然是属于意见表达及合理评论，
不因为事后相关单位之澄清而变更其性质。去年苏福台北以这案例伫面册讲家己被政府查水表的经历，如今得到法院裁定免法。记者伫这个依然无法度提到伊的回应。这案件引起监察委员关心，已经决定申请主动调查。另外，国民党批评总统蔡英文扼杀言论自由，国安局有内部系统，应进入私人群组。国安局澄清，建立政治信息通报平台是为会警，毋是监控，佫无可能亲自任何一个社群网络，也秉持行政中立原则执行任务。希望大家理解佮支持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做法。记者综合报道。伫旧年5月，伫南市发生用出海钓鱼的船暗砍毒品交易的代志。这个案件也牵涉到7个人，其中佫有警察分驻所的所长来涉案。检警也查到840公斤的毒品，市价超过10亿。专案经过台东地方法院审理，甲因判爱关5到7年。去年5月份，台东警方会同海巡署伫南屿外海扣押一只海钓船，登去台东的富冈渔港，伫船舱甲用乌色塑胶袋包起来的毒品一包一包搬出来。经过警方清点，总共有840公斤重的2级毒品安非他命。检警调查，毒贩是利用南屿较远、沿海空管较冷的所在，用海钓船来做暗砍，伫海顶接驳干布者运毒船面顶的毒品，再个转运来台湾卖。上少有7个人涉案，其中佫有一个前南屿分驻所所长李铁明。专案经过台东地方法院审理，判决7个被告5年至7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若是涉案的警官，法官考虑到伊犯案了后自毙，而且协助案情的调查，敢若判决6年6个月部分。李泽明部分虽有参与，可是并不是最重要的角色。他在侦查审理中都有自白，那符合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17条第2项的减刑规定。这件海上运毒案发生了后，海巡署已经加强各港口的临检，尤其是过年期间会加强海防的巡逻，也增加了客货轮检查的密度，执行扩大威力扫荡，以及增派岸际巡逻的车次。台东地检署嘛表示，这件运毒案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一审判决大部分的被告刑责拢伤轻，但接到判决书了后会提起上诉。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政府逐年拢会准备予民众回乡的专车，不过受到苏花改通车影响，真侪人会家己塞车，无就是坐客运。县政府会搁再来观察，讲明年敢会做一个调整。已经办几啊年，花莲县府回乡专车7中昼开放网络订票，不过今年无亲像往年啊同款一时啊订了了。24台北往花莲的专车，甚至还佫有为加上苏花改通车后，大家用家己开车，都较无人订票。都爱看过年到的问题，看会塞车未？车多啊，所在小车多啊，人多啊。一定塞车的啦，无人坐就无人坐，火车了钱啊，有人坐就买无票啊。不少人因为感觉县府专车是PP作用好较久，就上网络订票嘛，或者是态度高好。白天表示苏花改通车后，目前无受到什么影响，不过后续佫需要观察。影响不明显啊，苏花改刚通车，那民众可能有尝鲜哈，就想说，那我就自己开车来试看看。苏花改通车后，花莲县府感觉到交通环境改变，要利用今年春节甲清明节回乡数据观察，未来是不是有修正甚至搁办的必要？在春节结束之后的话，这个返乡专车的。不管是这个列数啊，或乘坐数啊，或者是有没有真正的需要，我们可能会做一个专案性的一个通盘检讨。县府强调，今年过节之后，就会统计正确数字，上班6、7月就应提出修正办法，看专车是不是要搁办。记者综合报道。到过年剩无到半个月时间，有真侪社会福利团体也推出年节的礼盒，希望民众在买伴手送人的时阵也会当做爱心。另外，一年一度的家友买价经费较大，阁欠3成，希望各界会当甲因斗相共，互因有一顿温暖的团圆饭。金竹甲饼的数量算好，结果放入年节礼盒内底。现场的工作人员大家拢真无闲。我负责是装牛奶解析书，我不会念。为什么啊？因为我要养妈妈一辈子。拄做饼包装甲组合，每一个动作对庇护工厂的员工来讲，都需要练习一阵仔才会当较熟手。因为过年底要到啊，全台湾各庇护工厂
拍标要来扫无共型的20个鸭，毋过想要达成目标甲业绩，无想的遐尼简单。我们设定在1000万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额，那现在截至到昨天的订单为止，目前是有达到60%，大概在75%左右。这些的收入啊，我们用在比如说庇护员工的一些薪资、烘焙的一些设备，我们可能需要购买新的，或者是可能是汰换新。跟往年其实我们透过公部门的这些协助跟推广的话，都是有成长的。以去年来讲，好了，去年的过年的话，就占我们大概1成的营业额有，1个月的1成的营业额。为着要维持营运，还佫有器材维护、人员培训等等所需要经费，各机构大家拢真拼死伫宣传，毋过买手敢会当达成目标，敢会当家己拍拼。若是已经第30年的函数买价，今年伫19开始，预计邀请4万的函数家友等等弱势族群。毋过到目前为止，经费拨款抑佫差3成。若是单日发予函数的应急红包，抑佫无法度保证敢是会当像过去共款一个人有500块，所以呼吁各界斗3工，希望讲会当予弱势族群享受好食米，欢喜过年。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客家主祭宫保生大帝庙上白搭，这是地方的大代志。最近庙方在整理仓库的时阵，却发现一批地片。经过台南艺术大学的团队用科技去判断，才知影讲这地片是民国70年左右的影像，也随发起救地片活动。这是正生太子爷的香灯。高港珍贵的菲鲁姆长途桥4点钟的旧影像，搁一届重现。热热的气氛，若像互人搁回去民国70年的场景。台南客家主祭宫最近伫整理库房的时阵，发现一批菲鲁姆。经过南家台解析了后，发现是民国70年左右的影像，内容是客家地区上大的热热。主祭宫上别搭一组，迄当阵的夜灯表现，民俗方式伫影片内底拢看会到。迄阵较少年，啊，即阵老啦。有啦，有啦，有怀念。对影片内底看到30年前的家己嘛，感觉真趣味。负责修理影片的南艺大表示，对面对菲鲁姆生哥退色一直到抢救成功，所为扫描呈现出超4点钟长度的旧片。除了用真侪时间，嘛希望未来会当变做国家文化记忆库的一部分。它在扫描的时候会扫一扫就中断，因为它已经开始在分解了，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做。来来回回的去做这一方面的，尽可能的去把它完成数位化。他当时记录的非常详细。那从某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它就是档案，我认为是国家文化记忆库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国家最近在推动所谓的国家文化记忆库，实际上这个本身胶卷本身就是国家记忆。台南艺术大学团队解说，这批解析出来的菲鲁姆是早期16毫米的，未来还有高更8毫米的菲鲁姆爱解析。内容超是民国60年代客家大挂香的影像，是搁较珍贵。未来嘛，希望讲这批旧影像会当伫咧庙口电视放送，后面就会当搁较深入了解当地宗教民俗变迁的历史。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天气是真正热，若要啉到在地生产牛奶是真少。屏东科技大学的团队利用基因科技改良品种，和荷兰牛也有台湾黄牛的当头。最近也有4只牛仔囝平安出世啊！荷兰牛是牛奶产量上悬的品种，不过伫台湾却因为天气伤热，牛奶产量敢若有温带地区的一半。屏东科技大学动物科学系团队利用新的生物科技，结合荷兰牛甲台湾赤牛仔的基因，培育新品种的牛仔囝，嘛成做全世界头摆成功的案例。现在随着气候的变迁，我们需要呢培育呢更能够抗热的一个品种哦。那我们所用的技术呢，不是传统的配种的方法，而是呢把它的细胞里面、胚胎里面的纺锤体呢，来做一个整合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成功的培养出了耐热性的乳牛，这是由荷兰牛跟我们台湾耐热的黄牛所配种的。这款技术叫做风推体转递，是甲荷兰牛的卵母细胞结合赤牛仔的卵母细胞质，再搁含荷兰牛肝配种，希望生出来的新品种会当有荷兰牛的牛奶产量，嘛当亲像赤牛仔，唔惊天气烧热。我们也希望这个东西以后可以去应用，也就是说可以育成一种新的品种，细胞质来自于台湾黄牛，细胞核来自于荷兰牛，这样子耐热又具有高产乳量的
这样子的一个牛种。我们已经呢实际上成功了，所以小牛呢可以健康的长到现在已经有4岁，这是台湾以及全世界的第一例。对于呢未来整个气候变迁，我们用新的品种呢来发展呢，会对全世界的农业呢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全球暖化问题愈来愈严重，对传统农业是真大的挑战。屏东科技大学的新技术会当改变生物本地的基因限制，增加效益，未来嘛会当替全世界的农业提供更较侪贡献。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6度到22度，中部地区对17度到26度，南部地区对18度到27度，东部地区对17度到2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2度。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个日时间咱再会。